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最初成立嘅時候，原名係叫路向義工團。喺1986年嘅時候，當其時有一班義工喺醫院裏面睇到好多四肢傷殘人士，佢哋受傷咗之後，只可以喺醫院裏面孤獨終老，冇辦法好似正常人咁樣可以翻出社區生活，嚴重咁被社會忽視咗。之後就組織咗好多探訪同埋康樂活動俾我哋呢班四肢傷殘人士。呢班義工更加喺1991年正式成立路向義工團，為咗嘅就係要團結呢班四肢傷殘人士，去爭取佢哋合理嘅權益。喺1995年更加改名為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，成為一個自助互助嘅組織，協助我哋嘅會員從一個受助者都能夠企翻起身，自助互助，到最後更加有能力貢獻翻呢個社會。無論佢哋從最初探訪會員開始，到參與推動生命教育嘅工作，以至改善傷殘人士社會政策，會員同埋義工都積極參與呢啲義務嘅工作。過程裏面，義工都喺路向扮演住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。今日嘅義工唔單止係一個同行者，更加有好多都能夠成為我哋會員嘅知己。相信在座你哋每一位今日出席路向呢一個活動嘅嘉賓同埋顧問，你哋都參與咗路向好多義務嘅工作，嚟到支持路向。喺呢度俾多啲熱烈嘅掌聲你哋，同埋今日獲獎嘅義工。